台南市长黄伟綽甲社会局长陈英基以及侪侪民代甲老人团体代表，共同突破带有影响幸福的气球，为活动掠开序幕。活动结合台南市侪侪学院以及老人福利团体举办，学员精心准备舞台表演，现场还佫有侪侪多元趣味的闯关活动。这摆嘉年华嘛，特别邀请画堂达人苏光祥以及人像剪影大师王丁义来制作100份的拍卡礼物，来提供中者做兑换。现场有奖有算，佫有掠，非常热闹。在水交社这个地方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园区，那找我们来自全台南市各地的，包括白河将军、包括安定的，还有其他地方的年长者来到水交社，我觉得别有风味，而且在地的。我们市区内的年长者也都很喜欢来这个园区，因此呢，来这边办嘉年华会，让他们不管是童玩，不管是重温年轻时代的一些玩具，其实我看老人家都玩得很开心。我觉得其实也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过一个连假，过一个假期，这个是我们最期待的。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的银发族，也希望银发族玩得开心。根据统计，截至到8月底，台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数来到32万外人，是人口占比当中的17.75%。为着使长者健康老化，政府积极推动相关老人福利政策，并积极媒合民间资源，用具体行动向长辈表示上大的关怀甲照顾。透过这款类型的活动，让台南市的长者会当健康乐活，把台南市打造成一个高龄友善的社区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